鼻咽癌又被稱為廣東癌，係因為華南沿岸地區嘅病發個案佔全球絕大多數。鼻咽就喺鼻後面喉嚨對上嘅地方，係一個好隱蔽嘅地方，唔容易自己發覺。咁呢個癌症好特別，其實全球12萬新症啦，80幾% 喺亞洲，係華南地方廣東省呢個地方係最多。成因係有好幾個嘅，包括我哋嘅遺傳基因係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患上呢個病啦。另外咧就係環境上有個叫 EB 病毒，同埋喺環境上有冇遇到啲致癌物影響到個 EB 病毒。其中一個可能係一個重要嘅致癌物咧就係鹹魚啦。廣東梅香鹹魚係要生插，生插嘅意思咧就係連內臟都放喺個鹹魚嗰度裡面，咁所以變咗有少少發酵。呢個發酵令到有個特別嘅香味，但係咧亦都中間係有個致癌嘅物質，可以會影響到鼻咽。慶幸嘅係過去幾十年，香港鼻咽癌嘅病發率有穩定下跌嘅趨勢，治癒率亦都非常之高。鼻咽癌治療之後5年嘅整體存活期，而家係已經係超過咗85%。我哋喺個別比較多鼻咽癌嘅中心，比較中晚期嘅病人都可以推到成90%，個治癒嘅機會係好好嘅。同其他好多癌症唔同，手術並唔係鼻咽癌嘅第一線治療。係放射治療而家係最主要一個方法，係去醫翻好鼻咽癌嘅。咁如果係擴散咗去淋巴核啊，即係所謂中期啊嗰啲啦，或者係頭顱骨啊嗰啲啦，咁就要加啲輔助嘅化療咯。咁輔助化療通常就會同電療同步進行。有啲病人需要喺電療之前做一啲化療咯，有啲病人需要喺做完電療之後做一啲輔助嘅化療。近年亦有用於擴散或者係復發鼻咽癌嘅免疫治療藥物喺香港註冊。臨床裏邊咧加一啲免疫系統治療，通常喺病人一復發咗之後，就一開始化療嘅時候，咁我哋會同佢傾加一啲免疫系統治療。咁第二個情況之下咧，有啲病人可能已經做咗之前做過化療㗎啦，咁而家就所謂第2、3線啦，都可以考慮嘅。新嘅免疫治療藥物有機會延長晚期或者係復發鼻咽癌患者嘅存活期。如果我哋以前淨係做化療而唔做任何其他嘢嘅話咧，所謂無惡化存活期大約可能講緊係1年咁上下啦，即係10個月至12個月咁上下啦咁樣。咁但係如果加埋免疫治療嘅話咧，基本上可以翻倍去到差唔多接近2年咁樣，係啦。所以基本上咧嗰個無惡化存活期延長咗1倍以上咁樣。咁整體存活期咧，基本上咧如果淨係以前咧做呢個所謂嘅化療嘅話咧，咁可能嗰個整體存活期咧，即係我哋個中位數咧，大約係3年咁上下啦咁樣。咁但係如果加埋呢個免疫治療嘅話咧，可以去到5年甚至以上咁樣。有個別病人咧，可能就有機會咧，直情咧係可以咧令到個病控制得好好，而唔好再翻發咯。大家都知道咧，呢啲新型嘅藥物開始批准嘅時候咧，個價格比較貴啲啊，咁樣未必每個病人都可以即係負擔得到啊，或者受惠咁樣。咁但係慶幸咧，香港咧我哋又好好彩有個叫關愛基金咧，係咁而鼻咽癌就好好彩啦，我哋啱啱都獲得到即係個關愛基金嘅支持啦，將呢啲免疫治療咧納入呢個藥物名冊裏邊。如果有需要的話，我哋就會轉介去我哋醫院嘅醫務社工咧，作進一步嘅評估啦、跟進啦，佢就會獲得嗰個藥物嘅資助啦，甚至有機會係獲得免費嘅藥物資助咯。免疫療法咧就個科研咧最初係喺一啲復發咗嘅鼻咽癌嘅病人嗰度。咁如果喺中期嘅鼻咽癌裏邊咧，而家有一啲新嘅臨床研究，大部分都係國內嘅研究啦。如果加一啲免疫系統治療同化療啊、電療啊同步進行咧，佢翻發機會又會改善。不過嗰啲研究都暫時係未成熟，咁啊一路都係在科研之中嘅。